為加強對太空油毒品嘅管制，特區政府已將太空油毒品嘅主要活性成分依托米酯以及其3種類似物，即美托米酯、丙泊酯同異丙泊酯列為毒品。作為向政府建議訂定禁毒政策嘅諮詢機構，禁毒常務委員會認為未來特區政府應該如何繼續打擊太空油毒品呢？禁毒常務委員會咧好重視預防教育同埋宣傳，因為呢個係控毒其實第一防線，咁所以我哋鼓勵咧政府喺呢方面嘅工作要繼續，同埋咧甚至乎加強。咁我哋可以考慮用埋線上線下嘅宣傳啦，亦都進入去校園，可以提供適當嘅信息俾學生。喺康復同埋戒毒方面呢，我哋禁毒常務委員會亦都係鼓勵政府多啲同社福界、醫護界同埋教育界嘅合作。執法方面都已經好積極去做緝拿，同埋去逮捕嗰啲同太空油毒品有關嘅人士。個信息呢係一個好強嘅，就係話任何涉及同太空油毒品有關人呢，係一定會被繩之於法。禁毒常務委員會就打擊太空油毒品嘅工作，向特區政府提出咗一系列建議。特區政府又會如何跟進呢？禁毒常務委員會係政府禁毒上面嘅重要夥伴啦，時常為咗禁毒出謀獻策。咁今次太空油毒品亦都唔例外嘅。咁我哋係聽取咗禁毒常務委員會嘅意見啦，就推出咗新一輯嘅宣傳嘅廣告啦。咁我哋廣告裏邊嘅標題用呢個密墮太空油毒品陷阱為標題，去警戒翻大家唔好掂太空油毒品嘅。咁喺校園方面我哋亦都係同教育局合作，喺學校裏邊舉辦反太空油毒品周。咁裏邊係有好多各種形式嘅活動係幫助我哋嘅學生了解太空油毒品嘅禍害。咁我哋嚟到呢個康復同埋治療方面我哋係好重視呢一個跨界別、跨專業嘅合作嘅。我哋同社工啊、醫護界啊，同埋學校嘅老師、社工等等都係一齊去合作，希望係幫助一啲吸毒嘅人士就盡快去求助。喺執法方面我哋係一定係絕不手軟，對啲毒販追到佢哋天腳底，我哋都係會去捉佢哋。